小朋友係地球未來嘅主人翁，因此家長有必要教育子女愛惜地球嘅重要性。環保唔單止係停留喺書本知識上，更需要喺日常生活中實踐。佢應該成為一種生活習慣同態度，而呢種意識係需要從小就開始培養。家長需要教導小朋友如何節約能源、減少廢物、保護自然資源，並鼓勵佢哋參與綠色行動，例如回收再利用、植樹造林等。透過呢啲實踐，佢哋能學識尊重環境，關心動植物嘅生存環境，並為未來嘅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培養子女環保意識嘅方法，家長應該喺子女小時候就開始潛移默化咁幫助佢哋建立環保意識。以下幾種方法有助幫助子女建立環保意識。一、垃圾分類。家長可喺屋企裏面設置垃圾分類箱，教導小朋友將家居垃圾分類。二、源頭減廢。外出郊遊嗰陣，可以自帶水壺嚟代替購買飲用水。玩具唔一定要全新，可以從二手交易平台交換或購買。呢啲喺日常生活中便能實踐嘅環保活動，有助幫助子女建立環保概念。三、參與環保體驗活動。喺假期時間，家長可以與子女一同參加環保體驗活動，例如變廢為寶、製作環保肥皂等。四、引用真實事例。喺引導子女認識綠色環保嗰陣，能附以真實事例，例如被膠袋纏滿全身嘅海龜、肚子裏全部都係垃圾嘅海鷗等，呢啲都能讓子女意識到環保嘅重要性。教育要點：一、先從日常微小事物入手。喺教導子女實踐環保嗰陣，家長可以以身邊事物作為例子，引導小朋友思考環保對呢啲事物帶嚟嘅影響，例如外賣餐具、飛入屋企裏面嘅蝴蝶等，以孩子身邊微小嘅事物作為起步，慢慢擴大至社區，再到全球環境，以小見大，建立正確嘅環保觀念。二、言行一致。父母需要做到言行一致，講出口嘅話要與自身嘅行為匹配，例如教導小朋友垃圾分類，要求小朋友喺生活裏面實踐，但自己卻做唔到，會讓小朋友對環保嘅重要性產生疑惑，認為自己做嘅事可能唔太重要，進而覺得環保唔係啲咩大不了嘅事。因此，家長言行不一嘅行為會妨礙子女建立環保意識。認識生態。喺環保理念中，總係繞唔開認識生態呢個主題。生態係指子女身邊嘅環境、氣候等有關大自然嘅事物。以下將為家長推薦可以帶小朋友認識生態嘅幾個地方。海下遊客中心，中心提供有關海下周邊景點嘅資訊，並介紹漁農自然護理署喺各個海岸公園同海岸保護區進行嘅生態研究嘅進展，讓小朋友了解海岸公園嘅功能及管理工作，從而提高佢哋嘅海洋保育意識。喺其中一個展覽海下海岸逐隻睇，使用咗擴增實境 AR 技術，讓小朋友通過 AR 認識海下灣海岸公園豐富嘅海洋生物多樣性，看到唔同嘅海洋生物。白鷺湖水族館，水族館匯集咗香港30幾種於河溪嘅上、中、下游唔同生活環境並具有代表性嘅魚類，更喺水族館中打造河溪嘅原生態，模擬真實嘅自然生態，為呢啲小魚提供棲息地。喺呢度，小朋友可以近距離觀賞魚類嘅生活習慣、飲食愛好，並了解呢啲魚類棲息地嘅生態樣貌。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呢個係全球第一所以氣候變化為主題嘅博物館。博物館提供有關氣候變化嘅展品，包括由極地探險家李洛斯博士捐出嘅動植物實物、化石銅標本、南極嘅皇帝企鵝蛋、北極嘅海豹皮等，加上多媒體互動展覽，讓小朋友明白氣候變化對生物多樣化嘅危害，從而明白實行環保生活嘅意義。學習環保，
讓小朋友學會保護生態可以從微小嘅事物開始做起。家長需要讓小朋友意識到生態對未來世界嘅影響同重要性，由此可以避免好多動物因為人類活動而失去棲息地。小朋友可能改變不了大環境，但佢哋可以從身邊事物作出改變。以下係一啲俾小朋友學習環保嘅好去處。T Park 園區 T Park 園區係一座污泥處理廠，家長可帶小朋友參觀設施之餘，都可以俾佢哋認識到污泥嘅處理過程，同時體驗由焚化過程中產生嘅熱能如何加熱水療同竹葉設施等。另外，園區內設有雀鳥保護區同環保家具展，小朋友可以從其他方面認識環保嘅好處。環保園 Ecopark 環保園係首間以廢物為主題嘅大型資源教育中心，小朋友可以從中認識到唔同廢物嘅處理方法，以及學習源頭減廢嘅方法，從而培養佢哋嘅環保意識同公德心。中心分為多個區域，利用多媒體虛擬三維技術、遊戲同電影等方式，以生動有趣嘅方式傳達保護環境嘅重要性。透過咁樣嘅體驗，小朋友能夠更深入了解香港都市固體廢物嘅處理情況，提高佢哋嘅環保意識，並學習3個重要嘅環保概念：減少、再用同再造。水資源，從未經歷過制水時期嘅小朋友，一定好難想象喺當時水係一種難得嘅資源。依家小朋友享有水資源自由，但世界上唔係每一個地方都有乾淨嘅水資源。面對極端天氣、頻繁嘅乾旱，都會造成缺水危機。因此，家長可以通過展覽，讓小朋友了解水循環、水對自然生態嘅影響，繼而提升佢哋嘅惜水意識。小朋友還可以模擬喺水塘釣魚、擔任水務督察等，從玩樂中認識香港嘅集水區同水塘。最後，相信通過以上嘅參觀，小朋友定能認識到保護環境嘅重要之處。希望家長同小朋友喺了解到環保嘅重要性後，可以一同建立環保綠色生活，為地球嘅未來略盡綿力。